对，行行，好好好，现在开始啊。好，我重新连你吧，哥哥。我们从4分半开始打喂，好好好，啊。好了，OK，那票少的不说话，家人们啊。行行行，我票多票少都不说话，都你放心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啊？why？因为看到你我害羞了啊。有啥好害羞的？Don't 害羞。呀，你那个地方我免费去吗？一进。啊？那个地方怎么了？你那个地方现在你说的话，我们一起免费去吗？我说。免费的嗯。啊！我现在在乌鲁木齐这个地方，免费子大晚上不吃发胖呢。啊，我改点去嘛，那就。好。那阿布，我是阿布杜，要。哎，你不我是不太喜说话吗？欢你那首歌了。奶啥喝？你干？那是奶茶吗？那是茶吧，哥。就现在讲奶啥出来了，没有奶的奶啥。啊。